好，咱昨昏规工读一工，1点钟读一工尔吼，12个做四。今仔有可能甲12个会当读煞吼，1638年可能今仔日就会当甲读煞。好，咱开始吼，1638年12个初5，无特别的事，只敢有8只芳船到遮吼。要伫咧处置通行证了后，前往南方去掠鱼。12个初7，要写好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批已经写好，因此快艇阿克斯路号就趁着沿线出头的这个北方出航前往巴达米亚。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一路平安。12个初8，快艇 Clean Brandon 号满载着糖航出港外，要去遐转装互要回航巴达米亚的船只。遐是啥物所在？港外哦。边头的船有乌斯卡贝号和快艇 Waterloo 号已经落了哈，又搁入港入来。今仔日有2只渔船对西南沿海到遮，总共载有13个人，24担盐。相对呢有18只是对遮，对阮长官阁下遮摕到通行证了后，出航前往南方去掠鱼。12个初9，有56只芳船出航前往丹角、下淡水和遥港，因摕有伫台湾所处置要去掠鱼的通行证。有一只芳船出航前往厦门，无载好物。昨出港的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又搁入港。今仔日有11只芳船对几个所在来到遮，就是2只对列斯来，其中1只载有60担盐，另外1只载有30包米，6只对列斯来拢无载好物。1只是对深港来，深尾来，载有30担盐；1只是对白头来，载有30担盐；1只是对金门，载有20担盐。相对呢，有1只是出航前往芒港，载食物要去互阮伫遐的驻军。12月10号，边头船 Day Grok 号和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又搁再度出港，运货要去转装互要回航巴达米亚的船只。有39只芳船出航前往南方去掠鱼，有3只是对列斯前来，载有75担盐。12月11，边头船 Day Grok 号和快艇 Waterloo 号搁再运货出港，去转装互停泊伫北平沙洲遐要回航的船只。今仔日有13只芳船航往南方去掠鱼。12月12，快艇 Clean Brandon 号航往港外，下晡该动边头船乌斯卡贝号入港。今仔日有3只芳船对厦门来到遮，载有60担盐，2只是对火气用什么所在？浦江是伫咧福建省海顶的东南，2只是对这个所在叫做浦江这个所在来到遮，载有18担盐，4只是对列斯来，载有100担盐，1只是对马尼哈这什么所在？无写。马尼哈来，载有50担盐，1只是对白头来，载20担盐。12月13，无特别的事。12月14，
即寡船只利兰迪亚号和斯沃号已经拢装满糖、一批死甲一寡其他货物，总计才是38.1千号吨。伫个今仔日要出航前往巴达维亚，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一路平安。好，12月14了，就后壁就无啊吼。1638年就写到遮，嘛毋是无啦吼。咱来看后一个 link， 伊是写算扩漏的即个部分，记伫下底即篇吼。1638年12月15到1639年的正月初9吼。做一个玻璃即篇，我看即篇有落长，长是长啦，无讲介长。好，12月18，边队船乌斯卡贝号被派往坎保迪亚，继续伫12月23号快艇 Waterloo-Wolf 号被派往暹罗。12月18号，伫个12月6号释放转去的迄个华武人吼，今仔日开动13个港庄的人前来日兰遮城报告，伊伫个转去该村庄以后，召集村民开会，结果迄寡村民决定讲，将来袂阁阻挠希腊人伫因的野地呢拍落，因将会交出迄寡去抢劫的人，所以安尼就来缔结和平。迄个3%保留只互华武人村民拍落的野地，就是迄块野地敢若有3%保留互即个华武人的人吼。即块野地即嘛被长官国下和议会开放互希腊人去拍落。12月25号，边队船 Reach 号对日本来到遮吼，为台湾商馆载来价值23.2千号吨的货物，有8万两日本丁银、550包米和51支茶牛，并且为着东京商馆载来，东京是荷兰吼，越南吼。东京商馆载来13万两日本丁银和各种的布品，价值是38万号吨。因为迄8万两丁银无够额通去欠希腊生理人食酒甲散挂吼，以及即个本地奥克因所欠因的数吼，因此伫我国下决定要对为着东京商馆所载来货物当中落27箱的丁银吼。库库巴克和总经理 Philip Lucassen 吼，写互东京国王的批，伫台湾翻译成做中文。迄只伫8月初8加同快艇三五号对东京出航前往日本的公司的即个篷船。根据对希腊来的谣传，显然已经伫个希腊城市福州附近，来搁浅啦吼。我之前拢读搁浅吼，我袂记啥年有甲讲一个事，我袂记吼。船顶的19个荷兰人已经被杀死，所在的4号已经运往归人卖互西班牙人吼。你讲迄8月8号迄只船啊吼，已经即满都12月啊吼，4个月前的船。伫个搁来是伫正月初1，边控啥物？苏明公啦吼，伊名是苏明公，应该是一个希腊人吼。以前的迄只篷船出航前往巴达维亚，载有属伫伊小目内底的2000各66里的货物。苏明公家己将坐即只船叫做 Brook 号吼，前往巴达维亚。好，所以1638年读煞吼，过来是1639年正月
9号一直到2月16号所揭露的日期吼，写伫下底。1月20号，商务员 Karel Hassink 则面对阵 Retrieve 号出发前往东京，伊空单对日本要前来的大船吼，空单足久啊吼，即只大船叫做 Brooke 号吼。伊本来打算讲要对迄只大船装载26箱半的灯云，迄寡灯云是伫咧旧年25号根据处队议会的决议，为着要形成对新仔生理人的负债，所以对东京的资金中所落落来吼，就是本来要送去东京，伫咧台湾遮就甲落落来吼。2月初5 ，Brooke 号到位了吼，再有哇，所以慢遮侪工吼，慢差要1礼拜吼，再有200箱灯云吼，1600包米，3400包小米和700个蓝色的石头，要互巴达米亚。即寡货物总价单是589000豪吨，决定要派一只篷船代替 Brooke 号前往东京。迄只大船食水13尺深，而东京湾并无经验的即个导航员。这200箱灯云爱用来支付予新仔商人吼，因已经听候付款，等了1个外个啊吼。Brooke 号伫咧2月15号出航，再有46000外豪吨的新仔货物要前往巴达米亚。对新仔的贸易发展了真好吼。伫咧正月10号，加州、南国和拉基纳伊这3个人的篷船来到遮，再来要去互日本市场的丝甲丝制品，总价值是1486000豪吨，但是嘛有挫折吼，挫折是啥个错变来读？挫吼，挫折吼，挫折，但是嘛有挫折。金门的官吏没收了船主苏瓦良的篷船顶的货物，因为该船无申请通行证，真侪生理人即嘛拢毋敢佮甲因的货物装船吼。一关就是田志良吼。我即下要开始读一关啦，因为我看原文足侪拢是其实是写IQAN 吼，是读一关吼。一关就是田志良当你通知过生理人吼，什么意思？哦，捌通知过的款吼，甲因的货物装伫咧苏瓦良的船顶，但是当因合计超过40万豪吨的货物被没收的时阵，伊并无为因做啥物代志吼。含冤深信讲，伫咧一关的协助之下，会有450到500订黄金运来台湾来交货。Vanderbilt 威胁讲，如果新仔人毋肯将阮其他的货物，像黄金运来交互阮，阮就有可能甲银运往巴达米亚和苏拉特去。OK， 热兰遮城堡的增强工程继续咧进展，含即个相关联的，就是要杜仲教业消费1年半的米啊吼。Vanderbilt 也要求讲80桶肉和肥肉来做紧急时的食物，为着要搁较严加保护仓库。所以伫咧该仓库西边吼，
加起一道墙吼，加起一道壁吼。对迄个西边的仓库一直起到上务员因所徛起的迄个厝遐吼。目前福尔摩沙的驻军有322个军人，但是总共需要455个人，就是需要咱来看吼，需要对即个课吼，咱来看260个士兵驻守伫咱遐城堡，120个步枪手驻守迄4个灵堡，每一个灵堡爱30个步枪手，140个步枪手驻守迄4个护墙保护墙护墙，每一个护墙35个步枪手，55个士兵看守公司的商馆，25个士兵驻守荷兰迪亚灵堡伫咧仓库的西边，25个士兵要驻守建筑中的 West Friesland 灵堡，25个士兵爱驻守建筑中，即讲搁咧起的就对啦吼。建筑中的即个 West Friesland 的护墙，28个士兵驻守伫咧即个城堡南边大即个沙堡顶头的新的即个 Utrecht 碉堡，25个士兵驻守伫咧芒港的 Leasingen 碉堡，16个士兵驻守伫咧新港的碉堡，16个士兵驻守伫咧北线尾的 Zeeber 碉堡，就是海堡。因此，还阁需要128个士兵吼。228号边队船 Brook 号要出航时靠浅，爱到215号才会当出航。伫即个期间，船长走私烟草的代志去暴露出来吼。1639年2月16一直到3月12的缺漏。正式的日子后壁应该拢有啦吼，应该是补即个漏到无写着吼。2月16，庞船伊兰迪亚号出航前往巴达维亚，为 Coromandel 载去价值7373毫吨的希腊航母，由船长 Martin Juris de Vries 指挥。即只庞船首先要航经海南岛的北边，前往东京，去炸即个商务员哈辛克伊的批。今仔日行李人含慢出发前往希腊，伊要去采购广东的丝织品和黄金等等的货物，因为伊公司会当伫咧即个19个月中买到460万毫吨的希腊货物，即个意是啥物人？即个航班啦吼。为了要增送礼物互希腊官咧，伊就交互伊价值1719毫吨的布匹，也增送行李人食酒和食心，分别是232毫吨甲101毫吨吼。下设商务员 Martin Wesley 被派经由龙桥前往比南，伊方面爱阻止对龙桥运陆坡和山药坡去希腊，对3只庞船买到3又搁1/8大丝。647匹的白色和红色的即个西菱，785匹红色和白色的吉利面，和3490匹原色的康安布，总价值是18360毫吨。2月21号，边队船第奥特号对日本来遮，随后伫24日，边队船 Peyton 号嘛已经来到遮。议长库巴克嘛倒船前来吼。Peyton 号顶头载有为着台湾商馆所运来238箱日本丁元，和为着巴达维亚所运来6400包白色
加好的米，含800个纳色四角形的石头，总价大是713000毫吨。第五套号顶头载有为着台湾商馆所载来220箱日本定元，含为着巴达米亚所运来4400包米、415桶酱肉，含500个纳色的四角石头，总价大是651000毫吨。派胖船 Middleburg 号载着米、酱肉，含要互 Coromandel 即个好含即寡船只，同齐出航前往巴达米亚。伊交一个大的扁盒仔，互议长库库巴克。伫迄个盒仔内底，放用日本的纸所描绘的即个日兰亚城堡。探访团队 Josephus Barbian 嘛坐 Patton 号要前往巴达米亚，要去遐找新娘，要等去娶某了吼。台湾商馆已经为着日本市场买着价值50万5千毫吨的新仔号母，和即个保留的特线吼。哇，所以确实是无详细记载。因为过来就是39年的3月啊吼，但是1639年的日子其实嘛落长的呢，分做两个 hyperlink， 所以我想讲应该足侪才对。无想到咱即马已经读到3月啊吼。好，1639年3月18、19号吼，伫台湾办公室所写的日志。第六个载入吼，第六1639年3月18到11月4号，啥物意思啊？跳遮侪伊下底所写的3月到11月啦吼。1639年3月18到19，无特别的事。好，3月20，受到下设商务员 Martin Weslin 所寄来2张批，伊伫咧今年的2月25号对遮坐远坎船出发，要经由龙桥前往卑南。这2张批是寄互阮的长官阁下来的批，一张是本国语1号写伫咧 Dolos Rock 即个所在。Dolos Rock 我啥物所在？对主角下写拢是龙桥一个酋长吼，就是首领啦吼，就住伫即个所在吼。公司的档案是写Dolos Rock 写足侪遍吼，写讲 Dolos Rock 就是龙桥社，就是即嘛恒春吼。后来该社居民迁往即嘛屏东县的满洲乡。还是满洲乡吼，我们在对安怎讲？该社的名称就对了迁徙去该地吼，就是即龙桥社吼，就是中文所称诶即个猪老宿猪老鼠吼，猪老宿社。好，咱搁转来看日志遮讲。这2张批呢，叫咱长官阁下的批，一张是伫咧本国语1号3月1号啦吼，写互伫咧 Dolos Rock， 所以这应该是猪老宿咯 ，Dolos Rock 吧吼 ，Dolos Rock 吼。另外一张批是本国语2号写伫咧班内树啥物所在？对，写讲是芒树社吼，就是即卖满洲乡吼，屏东县的满洲乡叫做芒树啦吼，满洲就是芒树啦吼，所以满洲芒树嘛吼，芒洲芒树啦，音足晚吼，所以你今仔日就知影为虾米叫做满洲乡吼，较早是叫做芒树。当然芒树嘛是音译啦吼，应该是原住民因叫做
我看荷兰文是写叫做曼苏尔吼 ，Banesor。啊，你就知影即个汉文吼，你着先诸葛亮啊就好啊吼。即摆甲你翻咧啊，拢甲你翻一寡足笑科诶，超工诶。啊，就甲你翻做盲术吼，盲术就是术盲诶吼。虽然讲即个所在含网无关系吼，好，即摆叫做满洲乡。即两个所在呢，拢伫咧龙桥诶地区内底吼。批你写讲，伫咧顶个月27号吼，来到龙桥湾。伫28号呢，就已经到即个多罗斯啊，迪罗索吼。伫遐看见猪又过来吼，咱之前看即侪，毋是牛，就是狗，就是猪吼。啊，不着猫吼，猫吼，猫毋是猫啦吼，猫是猫啦吼，哥基猫啦吼。反正即寡地名拢毋是人诶，就对了。好，猪肉素伫遐看见超过1600张山羊皮和其他诶兽皮吼，即寡皮，龙桥诶领主已经答应讲要全部交公司。托科波库布人，什么意思？我看嘛，会对注卡写，讲伫山里诶村庄吼，根据杨新富诶研究，托科波库布是挂肉社吼，挂肉吼，拢无你好听吼，挂肉。伫咧即马屏东县春里乡，托科波库布平埔语诶意思是树林中的小店铺哦，小店啦吼，小间店吼，托科波古是迄当阵伫个即马屏东县南边，经过陆路前往台东的重要山区的村庄吼，托科波古吼。好，咱转来遮吼，讲迄寡农业的领主答应讲一寡。山羊皮甲其他落皮拢要交公司嘛吼，托科波库布人呢，因为因的请求，最近已经含阮已经缀好吼，就是托科波库啦，伊就含咱拢含荷兰人缀好吼，缔定和平条约吼。因较早是龙桥领主的敌人吼，伫个威斯林的规劝之下，该领主已经接纳因做朋友，并且答应袂阁含因敌对吼，袂阁含龙桥敌对啦。有一个所在叫做乱吼，乱的村民，因嘛已经含阮缀好。自从威斯连离开了后，即毋知啥物人吼，就去攻击塔兰加即个村庄。塔兰加和拄则迄个乱拢无注卡吼，我毋知啥物所在。甲塔兰加村庄的人全部杀死，只敢有2个人逃亡来得到活命。对此有机会的时阵，会阁派较侪军队来甲因处罚。最后，伊请求讲，用一张前往卑南的篷船送20匹到25匹的空眼布去互伊，以便会当分赠吼迄寡陪伊前往各地。伫咧途中接待伊的各村庄的即个居民吼。哦，歹势啦，威斯良就是即个学习上务员的名吼，写一张批的人吼。所以自从即个威斯良离开了后，就去攻击即个塔兰加村庄吼。先去攻击是迄个托科波古吼。3月2日，无重要的事。3月23，有3只篷船航回厦门，再有166个人，再有鹿仔肉和护照。快艇 Clean Brenham 号，佮再度出发前往艋港，要对遐去片湖载大石头来固定Lissingen 碉堡的沿岸土地吼，现在伫遐逐工积极咧进行即个工程吼，即个
去地方降级碉堡吼，得命碉堡，到尾嘛是叫海鹰拍去吼。今仔日有一只商船对安海来遮，再来200搭 C 大批的西灵吼，机里面含其他施济品，再有100个人。此地驻军一个士兵叫做 Lambert Mendelssohn 吼，因为伊抽出伊的武器对卡车边吼，真阴险来扑一个下士叫做 Roger Baker 吼。所以今仔日宣判罪成了后，随伫个平常处死罪犯的所在，用一粒枪子拍过伊的头，因为伊应该被处死，并且宣布伊不得继续留伫个军队里。就处死啊！要个派伊上船去做水手是倒位讲毋对。OK， 我即嘛知影意思啦吼，用一粒枪子拍过伊的头壳顶啦吼。但是无落过伊个头啦吼，毋是真正甲拍死啦吼。我上奇怪，这里写啥？因为应该要处死，但是无真正甲拍死啦吼。因为伊，所以呢，宣布即个人袂当继续留伫个军队里，派伊上船去做水手吼。有个 Adrian James 和 Linda Baker 这2个人，拢是本馆所属军队的士兵。无理由来抽出因的武器，违背了如此发布的命令，就是发布几啊遍的禁令啦，袂使凊彩就甲武器抽出来就对了吼。因此，今仔日宣判，因将连续12个月无薪水通领，真严重，一年无钱通领，3个利息。所以荷兰人的即个军纪算诚严吼，咱已经读过即一遍啊，咱感觉就无啥，但是就判死刑吼。像拄则迄个举刀扑人脚趾片啊吼，我嘛认为伊会向判死刑。咱读过即一遍啊，知影即拢会判死刑。3月24，有一只篷船对厦门到遮，再有17个人，再有150担盐和60包米。也有一只新仔商船对安海来遮，再有40担丝大批的红色甲白色的基里面，大批的西菱、镜菱和海鱼，拢是对日本市场有路用的货物。OK， 今仔日即个3月24即张批有较长一撮吼，小可仔长尔啦，毋是介长吼。因为虾米呢？因为即只篷船也带来一张生理人韩文所写《张冠万的无国下的批，因为即张批要翻译伫下底啦吼。对中文逐字来翻译做荷兰文如下。好，咱来看即张批，是韩文写《张冠万的无》吼。伊讲我伫个阮的。今年的第1个月的第13号吼，就1月13嘛吼。我看下底注卡写啥物意思？是崇祯12年1月13，阳历的1639年2月15吼，所以是写旧历啦吼。所以才是阮的今年吼，所以是阮的今年。阮的今年第1个月的第13号，就是阳历的2月吼，告别国下之后，伫个同个月17号平安抵达西那安海河。到遐以后，随去一关的厝吼，伊国下来详细报告关系着公司贸易的所有情形。对此，一关真欢喜来，讲望即种情形会当久长来继续落去，伊嘛深信讲会安尼继续落去吼。何况长官阁下是一个心思正直的人，我希望议长库巴克阁下伫咧收到即张批以前，早就已经到位吼，到台湾吼。如此就无可怀疑，货物上阁会付，油安阁会付来送去巴达维亚。
我的兄弟潘卷潘卷嘛坐即只加州的胖船，同齐去台湾伫即只胖船里，再有要互巴达维亚含对日本有路用的各种货物，就是红色的花缎、海黄含其他广东的布品。所有即寡好的货物，拢是我亲自查看过迄寡双面的红色花缎，请阁下爱每一匹支付17尔迄寡海黄含广东制品是属于一贯含其他大官的，请阁下照以前的价数来支付即寡货物。请阁下对迄寡丝含丝制品也共款，照以前的价数来支付。黄金也无法度大量来买着请阁下对已经买着的黄金来，互因较好的价数如此，安尼，就将来会阁有较侪黄金会再来台湾阮恳请阁下爱尽量较紧来验收即寡货物，会当互即只胖船会当早日转来即个应该是对倒位厦门伫阮离开的时阵，阁下还阁欠行李人的负债，请伫咧首帮船头一帮船只对日本来台湾的时阵，就紧甲因停掉安尼才会当互因坐即只胖船转来厦门遮。若会当安尼，阁下含我拢会得到私营就得到好名声啦今仔日有几只胖船航往马尼拉，但是呢，前往的行李人无多，载去的货物也是一寡价值无啥物价值的粗货航往西区，就是讲东南半岛含南洋即个西区是讲即个所在东南半岛含南洋。航往西区的胖船也真少，一贯的朋友派出2只胖船前往西区就是一只前往尖逼，另外一只前往巴林邦我已经袂记是啥物所在尖逼伫越南巴林邦袂记伊阁下就是一贯捌请我阁下来请求，请阁下写批互总督阁下，互即只胖船会当伫遐自由无阻来交易自由无脱界来交易如此即即边的交易会当长期继续发展落去。我到即边是讲厦门的款我到厝地以后，应该是讲厦门拢无连一小时休困的时间都无一直拢咧无用，继续要拜访大官含其他的代志。伫咧即只胖船出航的时，我之间会当寄去2匹红色的花缎，互阁下来用来表达阮的心意。敬请阁下来笑纳，请甲即个特劳纽斯先生问好。稽查官队长含所有的朋友，稽查是稽查稽查官队长含所有的朋友请恁拢请恁毋通袂记问，甲即个 Colonel Van der Birch 先生甲伊问好所以即个是阁下亲爱的后生是啥物意思 ？OK。我为啥物看无即个意思？因为即个名含另外一个人拢无关系伊嘛毋是总督阁下的名 ，Colonel Van der Birch， 含 Van der Birch， 所以是 Van der Birch，Van der Birch 就是 Van der Birch 我因为一直都无看到原文所以毋知影 Van der Birch 到底是安怎写伊是 Colonel Van V-A-N der D-E-R 拢分开的Birch B-U-R-C-H 所以请甲恁后生问好啦
下底署名是汉曼吼 ，HAMBUANGH。后边后船对厦门出航的时阵，将会写批甲一切代志详细奉告阁下吼，是写伫个国王的政府第12年第3个月的第12号第2天，总经啦吼，总经12年吼，总经皇帝大家知吼，大明的最后一任的皇帝吼，所以大明差不多已经要牵少起来吼。1639，大明是当时结束的。因为发觉并且对经验发现，伫咧新港、目加流湾甲其他的村庄的西南人吼，对此地真需要即个要铺即寡此地所真需要即个茶啦吼，要铺茶好吼，愈铺愈多吼。而且拢毋来申请符课吼，直接违反有关的禁令。因此呢，今仔日重申该禁令啦吼，通告所有的人，禁止任何人，无论是定居的或者是来往的人吼，一律无例外吼。事先若无取得符课的人，不准阁去普查吼。违反者照禁令处罚，袂使凊彩去普查吼。3月25，好，你个历史读煞。3月历史读煞，毋是你。3月25有4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几个所在来到遮，再有102个人，60包米，180担盐。3月26有3只帆船对打狗来遮，再有31个人，再有盐和120个茶帮。相对有4只船航往打狗，要去遐去载运石好。3月27，3月27嘛长吼。3月27，加州和加深的帆船对西南沿海的厦门来遮，再有下列的4甲4制品。点收了后，看到即寡货物总价值是275000里尔。好，过来是小目啊吼，咱足紧甲念过吼。无数我拢袂念啊吼。15716斤，我就是15000斤吼。15000斤白色青丝，9000斤的黄丝，就是黄色的青丝吼。1000斤的白色的青丝丝，29000匹白色和红色的西菱。14000匹白色的镜菱，22万匹白色的含红色的基底面，656匹缎，900匹麻线，44匹跨纹布，71匹地主，我袂记主嘛，主是毋是读主啊？好，已经查几啊遍了，频段搁早吼，47匹的银缎，就是金螺丝吼。3000匹的海鱼，320匹的花缎，14匹的天鹅绒，1000匹的空眼布，200斤的假链过的丝吼，300斤的这是啥？皱纱，皱纹就是皱纹迄个皱吼。撩丝啦吼，伫台语叫做撩痕嘛吼。5斤的螺丝，1000两，又搁4钱重的西南黄金。好，小读了吼，咱来看故事啊吼。即工下底长写一个我看伊敢若写一个故事，咱来看下吼。上述的帆船的老船主名叫做 Gentin 和即个 Dialodia， 名叫做 Gentin 和 Dialodia 吼，也做该船前来处地报告讲，即两个人用报告啦，讲已经拢买无黄金咯，因为大官
收黄金做礼品啦吼，做礼物，当做秘密的财富收藏起来，就是乌西嘛，就是做西徛嘛吼。因为北方的道路被强盗去互变道有贼仔啦，有强盗啦，有土匪啦吼，变成真无安全，影响交通，所以总经即当阵用真乱啦吼。阻碍搬运黄金落来，又搁讲时若发生战争，白旗和乌旗的迄个，哇，大人那要早个我搁袂记吼，想要踢贪人吼，还是好啦，只好搁早一遍吼。已经毋是囡仔，我都记掉。打的第一字打吼，头做踢吼，所以竟然我记着呢。第二个打，头做踢，哟，我竟然完全记着吼，踢贪人吼。白旗和乌旗的踢贪人吼，当然踢贪人我应该是指满洲人嘛吼。对注脚像讲白色。白的和乌的踢贪人，可能是指白旗和乌旗属下的踢贪人。原本是写白踢贪人甲乌踢贪人啊，但是翻译的人认为可能是讲白旗甲乌旗啊，吼，就是满洲人的北旗嘛，吼。伊搁讲，时若发生战争，吼，白和乌的踢贪人已经完全占据通往北京的道路。因为该省已经被占领，特别是迄寡伫北京北方的白旗人。等下吼，小了解一下时若的历史的背景吼。我看大明是当时结束的。1644年，1644年结束。所以搁一阵仔时间的呢吼。因为1642年，台湾就互即个郑成功收起啊。了解了。总经即安尼看啦吼，因为后壁吼总经了后，迄几啊一寡流亡皇帝就对啦，我那算是大明的即个国作内底啦，所以拖到足落尾嘛。台湾都已经换人啊吼，伊个伫诶吼，应该爱看的是总经当时自杀吼。毋是总经当时自杀啦，总经对，总经是自杀伫诶即个梅山嘛吼，是迄当时啊，总经17年吼，安尼就是1644年啊。OK， 对，1644年离即嘛才搁5年尔啦吼，因为咱即嘛读到1639啊吼。总经是17年啦吼，皇帝做17年，所以即嘛已经12年啊吼。好，咱继续看咧吼。特别是迄寡伫北京北方的白踢贪人吼，日常大肆攻击破坏，伫3个月的期间。互时若的国王丧失了超过145个城市和乡镇，所以迄个满洲人吼真厉害，3个月来吼，其中
包括着52个城堡和2个非常繁荣的大都市，叫做山腾和荷兰，是什么所在？我看伊对主角有解说，山腾就是山东省啦，荷兰就是荷兰省吼。是伫个内陆，距离凤城北京差不多15到16公里路程吼。伫遐双方拢有重要的人物死亡、阵亡吼。甚至有几个希腊皇帝的亲戚吼，近亲也已经死亡去吼。被塔坦的军队还阁留伫个上述山腾、山东和荷兰，并且伫遐继续咧加强工事，无打算急咧讲要离开迄个所在，因为传说讲因伫个3个地区咧欠粮吼。即寡塔坦人捌一寡特殊的作战方法，毋若用强大的军队进攻该处，也知影讲用优越的命令和威望来笼络控制伊的人民，互即个希腊帝国的人民拢无人遭受倒缺，就是互人民无欠缺啦，无欠缺啦吼。塔坦以伊特有的知识，互该帝国的人民拢保有家己的财物，用来互因接受并且承认塔坦做因的国王，因为塔坦因来宣称讲，塔坦才是希腊正当的国王，是希腊的国王是对因的祖先甲该国的皇冠所抢走的吼。讲大明是抢即个塔坦人的王位啦吼，因此上述地区差不多拢伫个无抵抗的情形之下，去互塔坦占领。对迄寡毋肯听伊的话，接受伊做国王的人，毋肯接受塔坦做国王的人，伊就伫个真侪即个希腊土匪的协助之下，用武器去攻击制服因。同时，希腊的国王也催逼伊上精锐的士兵对各处去战场。其效果如何，有待时间分晓。咱也对韩漫的因兄弟、因兄弟啦吼、因亲啦吼，名叫做邦赞。对遮啦知影讲，上述的韩漫，就是韩漫到安海了后，遂带着真侪礼物去都督一关的厝来拜访。迄当阵因为被气嫌讲礼物伤细吼，所以韩漫无被带去觐见都督，因此呢，伊就必须要甲迄寡礼物搁增加一半，才会当伫个2-3工后觐见一关。一关问伊讲：“你送遮尔大礼物，目的何在？”韩漫就回答伊讲：“这只是要用来表达对伊的倾慕之意，吼，请伊笑纳。”所以伫个韩漫将此地的情况一关报告了后，韩漫就奉一关的命令，带领200个士兵，护送一个小官吏，转去伊的厝。一关想要道理互迄个小官吏吼。韩漫为着即个目的，安排2-3只篷船坐船送迄个小官吏转去伊的村庄。伊一定开真侪钱，传说讲韩漫捌流目屎来念讲，即一逝所开着。即一逝开掉，伊伫个厝地所赚1年半的钱吼。迄当阵你看伫个一个希腊国，你要摕钱去买官员吼，爱开遮上重吼。阮还阁听到有关上述都督一关的报告讲，伊日常还阁咧设法要互家己更加壮大高升。有人讲伊伫个北京，毋
笼络啦吼，但是我台语我袂晓讲吼。不但笼络吼，若讲笼络了宫廷里的秘书，也知影要用雷姆去贿赂是要安怎讲啊？我嘛袂晓。等下来查者吼，国王的即个阿姐，就是皇姐啦吼。透过安尼来知影北京的消息，并且互伊家己伫咧宫廷里会当得到人缘吼，会当为所欲为。最近伊伫安海派人鞭拍一个国王的亲情，因为伊想要拉拢即个比一官所介绍来搁较侪官员。即句是啥物意思吼？安尼安海已经有3部分收入伊的权威之下，真显然，村外人将毋是伊的对手。伊的共党也逐工伫咧增加，伊还阁伫咧广东炫耀伊的权威。即个伊拢是咧讲一官吼。最近伊犒劳一个新仔生意人的20箱银。迄寡银是属伫葡萄牙人的，迄个新仔商人呢，就带着迄寡银要去南京吼，要为葡萄牙人卖一寡死甲实济品，但是途中被一寡的人伊各种借口，甲迄寡钱摕走，并且威胁讲，如果若要搁踮遐念吼，踮遐洗伫吼，踮遐嫌啦吼，当地的官吏还阁会互伊搁较侪麻烦，所以一官的发展，短期间内袂受到阻碍，显然伊会变了搁较伟大。究竟如何？有待时间分晓。吼，咱知影讲一官真正是愈来愈大尾吼，大尾到尾当然这是明帝国结束了后，清国知影即个人实在是势力太大吼。所以就甲扣起来，甲伊禁伫算软禁伫即个北京吼。好，这是3月27号的日子吼，剩2分钟，咱就读到遮啦吼。3个读到遮，我看一下笔记。我看一下那笔记。Sunny 即个 link 毋知是啥，我毋知，有兴趣大家去看下。Sunny 写讲，台湾有一寡地名当中有一个猫，较早写做，其实是猫啦，读猫毋是读猫啦吼。譬如讲猫空、猫空吼，伫咧1904年台湾宝岛是日本人为的台湾地图，足精准的，而且内底足侪地名是迄当阵的。因为伊用卡纳去漂音，所以你一看迄地名，你就知影在地人是安怎叫迄个名吼。这实在是足好图啦吼。所以像我家己伫即张图内底发现，阮家己床头一寡我较早拢毋知影的代志，毋是讲我较早毋知影，阮床头无人知影的代志吼。阮床头有一寡字落吼，迄个名，逐个拢知影讲安怎叫，比如讲北市啊，吼，马埔、大湾。即个字像北市啊，即个名吼，在地人要安怎写袂出来，伊毋知影汉字要安怎写吼。当然，迄当阵阮对台湾理解有限，毋知影讲伫北市是安怎写法吼。我伫咧即个张图顶头看到北市，伊就写汉字北市吼，北市吼，我才知影讲原来北市是安尼写。毋是干那我尔吼，我阁会记我甲即篇文章写出来后，阮里长讲哇。讲我较早真正毋知影北市要安怎写吼，迄市公所讲叫我写一张，迄我实在是写袂出来吼。OK， 后来咱转来即个台湾宝岛吼，台湾宝岛是足好诶岛，所以你若有兴趣理解你家己即个大诶所在附近诶环境吼，你当去现台湾宝岛，伫咧线顶查伫吼，网络顶有吼。台湾宝岛就甲猫空写做马空吼，音就是飘做马空吼，马空吼，伊马是长音吼。可见其发音是马空吼，所以你若即慢慢当
读马仔空吼。伊讲台北这份公司毋知影毋捌地名，就甲猫空广播讲猫空吼。结果即马颠倒无人知影马仔空，但是你着讲马仔空嘛？你知影人你着讲马仔空，毋知甲讲马仔空吼。OK， 如果即个地名所以即个3年顶头即个 link 的文章是写讲，你若看即个地名吼，看起来是对南岛语，就是即个台湾原住民语来吼，应该10个有9个是读马，毋是读做鸟吼。所以较早拢读打鸟吼，打鸟是啥物所在？大家知无？敢若是我煞袂记打鸟是对，敢是家己？应该是打靶，应该是打靶。过来是巴比夏吼，台湾是南岛语系民族分布是上北边吼。已经超过2分钟，我感觉念了。有证据显示讲，因含南洋群岛的南岛民族，尤其是附近的地区，千百年来拢保持交流往来，并毋是孤立的民族。目前台湾岛上含南苏吼。原住民族人口差不多54万人，约略敢若占世界上南岛语系民族人口总数的0.002%吼。但是根据侪项的考古的研究发现，讲推论台湾应该是数千年前南岛语系民族扩散的一个起源地。台湾伫个古代的南岛民族起源和南洋迁徙的过程当中，占有关键性的地理地位吼。今仔日伫个其他南岛民族区域的区域先后吼，受到回教、基督教、天主教文明影响，但是台湾的原住民族是3对呢遗下了。并且传承了真深具特色的文化甲即个习俗吼。打靶啦吼是家己的民雄啦吼，毋是家己饲吼。拄则是你想讲奇怪，不家己饲明明就毋是家己饲，家己叫啥物啊？猪猡嘛吼。我想打靶是对我想的吼，是民雄啦吼。民雄伫个家己的南边吼。民雄五肉足出名吼。你若有去民雄，伫个民雄车头的后站吼，遐有几若间你卖五肉，你去遐食五肉，足好食。我较早吼伫个中南部咧，遐咧食头路的时阵，我其实拢伫个外口咧走记咧台。在地的人，在地就是中华电信吼，中华电信的人。因咧伫咧外口咧走，驶工程车伫外口走吼，含阮去做工。中昼时就带阮去食好料，因拢知影，因太清楚诶。伫咧甚至伫咧什物小庄头吼，内底有一间什物面点啊，偌好食，伊拢知影，拢带阮去食。民雄无五肉，我嘛是当中倒中华电信人去食吼。OK， 大家遮，明仔载休困，后日咱继续读吼。希望愈来愈侪故事通好看吼，我相信会足侪故事通好看啦吼。我即2天佫甲另外一本迄个台湾《福尔摩沙书》吼看，但是迄内底写互咱的部分写足少的吼。但是顶多是咱伫个即个咱伫写日志，当看足侪荷兰史、荷兰时代的即个台湾史吼。好，到遮超过4分钟真歹势吼，芭比。多谢阿宽，多谢大家吼。再会，谢谢大家，关班。拜拜。